金獎呢個歌手咧，佢話佢原來出碟啦，或者係上台攞獎咧，佢就唔敢多謝兩個人，因為一講呢兩個人咧，佢就會喊嘅。但係佢要上嚟唱歌喊啊，唱唔到嘅喎。OK， 咁我哋代你去多謝呢兩個人，好冇？多謝洪卓立嘅爸爸媽媽。洪卓立上榜歌包括《苦行僧》、《三腳貓》以及《愛冇膽》。哇！咁快啲眼淚。多謝叱咤903，多謝叱咤903嘅 DJ， 多謝公司英皇娛樂，我都愛你。多謝 Manny， 多謝大哥，多謝大佬韓，多謝每一日都俾洪卓立激親嘅同事，多謝我媽咪。多謝我爸，多謝我哥，好真啊！多謝入咗行呢一年嚟兩位大恩人，多謝舒文，多謝徐繼忠，係佢兩個令到我不斷咁進步。多謝，真係諗唔到嘢講啊！多謝今年嘅新人，多謝你哋，多謝你都。洪卓立，多謝我啲 fans，多謝 Twins。最怕是你可能心裏另有別人。那晚致電你可能好友甚至相親，希望仍單身，我便能靠近，就坐近你一點，每一點也都只可熱吻。我約會你當然不會誤了時辰，你大概吸引，總見到你逐次生日，心跳劇震，大派歡送熱吻，然後百萬人即刻分身。誰會夠膽現在公開請你揀，又或是根本擺個樣子比較緊張細膽，嘗試放膽就在見面時限去約你一個食午餐，無疑是一點不起眼，但也至少不敢怠慢，就明目張膽的送飯，全力以心思去着眼。多謝呢一隻歌嘅作曲作詞，係我衰仔，我唔記得咗。你對待我一時好到就似情人，我兩個相處又剛好似未算親密得最合襯。上帝給我是人，無論你是誰我是誰，也為誰製造緣分。誰會夠膽現在公開請你揀，又或是根本擺個樣子比較緊張細膽，嘗試放膽就在見面時限再去約你一個食午餐，仍然裝扮，然後有你話我是雖然好玩，而相處的格式不很慣，原來是最後這樣的原因不可以揀。